鄭欣宜呢位喺娛樂圈好受矚目的女歌手，近年嚟嘅一舉一動都緊緊揪住咗粉絲哋嘅心。38歲嘅佢，近日喺內地意外被粉絲野生捕獲，現場畫面瞬間喺網絡上引發熱議。相入面嘅佢，一頭好亮眼嘅金髮，著住件簡約嘅黑色背心，整個人相比起以往明顯瘦咗好多。不過，比起身材變化更引人矚目嘅，係佢啲精神狀態超好，面上依然掛住燦爛嘅笑容。面對粉絲提出嘅合照同簽名要求，佢一概唔拒，親切隨和嘅樣，令到粉絲哋好似又見到嗰個活力滿滿嘅欣宜。呢次鄭欣宜嘅良好狀態，令到唔少粉絲開始大膽猜測，佢係咪正為歌手2026做精心準備？雖然而家呢個都只係傳聞，節目組同佢本人都未正式確認，但中港媒近2日嘅報道嚟睇，呢個猜測似乎都唔係冇根據。尤其考慮到鄭欣宜去年曾經同呢個備受矚目嘅舞台遺憾擦肩而過，而家佢突然現身內地，真係好難唔令人將呢兩件事聯繫起嚟。回顧鄭欣宜過去2年嘅經歷，佢嘅復出之路真係充滿咗坎坷同波折。2023年，佢成功完成咗公館演唱會，嗰場演唱會凝聚咗佢無數嘅心血同汗水，現場座無虛席，粉絲哋嘅熱情歡呼聲好似仲喺耳邊回盪。不過，演唱會結束之後，佢竟然做出一個令人意外嘅決定，長時間休養。之後，佢一度從公眾視野中消失，好似人間蒸發咁。外界對此猜測多多，各種唔實傳聞甚囂塵上。時間去到去年初，一則令人振奮嘅消息傳嚟，鄭欣宜將參加歌手2025。呢個消息就好似投入平靜湖面嘅巨石，瞬間喺粉絲群體中激起千層浪。大家都好期待佢喺更大舞台上面嘅精彩表現，想象住佢用嗰獨特嘅嗓音征服無數觀眾。據講，佢甚至已經投入到宣傳片嘅拍攝工作入面，每一個鏡頭、每一個動作都精心打磨，力求展現出最好嘅自己。但係命運好似總愛捉弄人。就在演出前夕，一場突如其來嘅意外打破咗所有美好嘅期待。喺準備過程中，燈光器材意外倒塌，鄭欣宜唔幸被砸中，肩頸同耳部都受到唔同程度嘅傷害。嗰一刻，痛楚好似潮水咁湧嚟，但佢心中更多嘅可能係無奈同不甘。最終，佢只能無奈咁選擇退賽，失去咗呢次千載難逢嘅最佳復出機會。呢個消息傳出之後，粉絲哋無不感到痛心疾首，大家都為佢感到惋惜。畢竟呢個係佢期待已久嘅舞台，亦都係佢證明自己嘅絕佳時機。所以，當呢次粉絲哋見到佢再度出現喺公眾視野中嘅時候，反應先至會咁強烈。因為喺好多歌迷心目中，鄭欣宜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星二代。雖然佢出身於演藝世家，係沈殿霞同鄭少秋嘅女，但佢從未依賴父母嘅光環，而係憑借自己嘅不懈努力同卓越實力，喺香港樂壇穩穩咁站穩咗腳跟。鄭欣宜嘅演藝之路並唔係一帆風順。細個嗰陣，佢因為身材問題備受外界關注同議論。喺嗰個對身材有嚴苛標準嘅娛樂圈，佢承受住巨大嘅壓力。但佢冇被呢啲負面聲音打倒，而係勇敢咁做自己。佢積極嘗試各種方法保持健康，同時亦都將更多嘅精力投入到音樂創作同演唱技巧嘅提升上面。佢嘅音樂之路都有好多令人難忘嘅精彩往事，其中《女神》呢首歌無疑係佢音樂生涯入面嘅一個重要里程碑。呢首歌嘅創作靈感源自於佢自身嘅生活經歷同內心感受，歌詞入面充滿住對自我認同同自信嘅呼喚。當佢第一次喺舞台上面演唱呢首歌嘅時候，嗰深情嘅嗓音、真摯嘅情感，瞬間打動咗無數聽眾嘅心。歌曲一發佈，就迅速喺各大音樂平台上面走紅，引起咗廣泛嘅共鳴。好多人喺佢嘅歌聲入面揾到咗自己嘅影子，感受到咗嗰份嚟自內心深處嘅力量。女神嘅成功，令到鄭欣宜終於真正喺樂壇建立起屬於自己嘅位置。佢亦都憑藉呢首歌獲得咗好多音樂獎項嘅認可。
2021年對於鄭欣宜嚟講係具有重大意義嘅一年。喺呢一年嘅叱咤樂壇頒獎典禮上面，佢憑借出色嘅表現同卓越嘅實力，一舉攞到叱咤樂壇女歌手金獎。當佢站喺領獎台上面，手捧住獎杯，眼中閃爍住激動嘅淚花嘅時候，全場響起咗熱烈嘅掌聲。呢個獎項唔單止係對佢多年嚟努力嘅肯定，更係佢正式甩開靠父母光環標籤嘅有力證明。嗰幾年，佢嘅狀態達到咗前所未有嘅高度，聲音越嚟越醇厚動聽，形象亦都更加自信迷人，舞台感染力更加與日俱增。佢喺舞台上面盡情綻放住自己嘅光芒，每一次演出都俾觀眾帶嚟一場視聽盛宴。外界普遍認為佢本來仲有機會再往上衝，甚至打入更大嘅華語市場，成為華語樂壇嘅一顆璀璨明星。但係命運好似總愛設置重重障礙，就在佢事業蒸蒸日上嘅時候，一系列嘅變故接踵而嚟，停工、休養、受傷。呢啲意外好似沉重嘅枷鎖，束縛住咗佢前進嘅腳步，亦都令到佢嘅復出計劃一次次被延後。粉絲哋見到佢陷入困境，心中滿係心疼同無奈，只能默默咁為佢祈禱，希望佢可以早日走出陰霾，重新返到舞台中央。其實鄭欣宜最打動人嘅地方，唔單止係佢嗰出色嘅唱功，更係佢身上嗰股真實而頑強嘅生命力。佢唔係嗰種永遠完美、永遠無懈可擊嘅女歌手，相反，佢一直活得好真實。唔管係身材嘅變化、情緒嘅起伏，定係事業上面嘅高低起伏，佢都經歷過被外界放大審視嘅時刻。但佢從未抱怨過命運嘅唔公，亦都冇選擇逃避，而係靠自己一步一個腳印咁撐咗過嚟。曾經，佢因為身材問題被外界嘲笑同質疑。但佢冇因此而自卑消沉，而係通過健康嘅方式積極調整自己，同時用音樂表達自己對生活嘅熱愛同對自我嘅肯定。喺事業上面，面對一次次嘅挫折同失敗，佢亦都冇放棄，而係不斷總結經驗教訓，努力提升自己。佢深知，只有自己足夠強大，先至可以喺呢個競爭激烈嘅娛樂圈入面立足。呢個就係點解呢次粉絲見到佢笑得咁自然，狀態咁輕盈嘅時候，會格外為佢開心。因為大家都知佢經歷過太多嘅磨難，能夠重新以咁積極嘅狀態出現喺大家面前，係幾咁唔容易。佢嘅笑容唔單止係對生活嘅樂觀態度，更係對未來嘅堅定信心。當然，而家就講鄭欣宜一定會參加歌手2026，都仲為時尚早。畢竟佢去年就係喺距離舞台只差一步嘅時候突然因傷退出，呢種沉重嘅打擊放喺任何歌手身上，都會令到佢哋變得更加謹慎。佢需要時間嚟調整自己嘅狀態，確保自己可以以最好嘅姿態站喺舞台上面，唔再令到粉絲哋失望。但從另一個角度睇，外界而家對佢咁期待，反而證明大家並冇忘記佢，反而一直喺等佢返嚟。對於曾經停下腳步嘅佢嚟講，呢種等待本身就係一種無比珍貴嘅支持。佢就好似一束溫暖嘅光，照亮咗佢前行嘅道路，令到佢知，唔管遇到幾大嘅困難，都有一群人喺背後默默支持住佢，期待住佢再次綻放光芒。過去呢幾年，鄭欣宜嘅節奏被打亂過，身體亦都出過問題，復出計劃一次次被延後。但而家再睇佢，至少整個人已經返到一個令人安心嘅狀態。佢積極面對生活，努力調整自己，用實際行動向大家證明，佢已經做好咗重新出發嘅準備。至於歌手2026到底會唔會成真，可能好快就會有答案。但唔管點樣，只要鄭欣宜真嘅準備好咗，嗰個屬於佢嘅舞台，遲啲返嚟都未必係壞事。因為真正嘅強者，從唔畏懼等待，佢哋會喺等待中不斷積蓄力量，當機會嚟臨嘅時候，便能一飛沖天，創造出屬於自己嘅輝煌。我哋期待住鄭欣宜喺未來嘅日子入面，能夠繼續用佢嘅音樂打動我哋，用佢嘅故事激勵我哋，喺華語樂壇書寫屬於自己嘅傳奇篇章。好啦，
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